咁今日咧就好特別，灣區特工隊咧除咗吃喝玩樂咧，都想係帶大家睇多啲唔同嘢。今日咧我呢個八卦佬咧就嚟睇樓，嚟咗都係深圳嘅一個項目，叫做嘉悅公館啊，我都未嚟過啊，一齊上去睇下。嘉悅公館咧就係位於沙頭角地鐵站嘅，如果要去蓮塘口岸過關，只需要搭4個地鐵站，羅湖咧就大概20分鐘，去福田最快就30分鐘，其實40分鐘就應該可以去到南山噶啦。項目咧由合泰集團旗下嘅發展商開發嘅，合泰集團咧其實喺深圳做房地產已經有20幾年咁耐噶啦。早前咧我哋嘅頻道有介紹嘅同泰萬怡酒店咧就係合泰集團旗下嘅生意嚟噶啦。呢度附近嘅配套咧其實都好齊嘅，可能係因為靠近區政府、醫院啦、深圳好出名嘅中學、小學啦、圖書館以及體育康樂場地咧都應有盡有，基本上行15分鐘咧就可以行到噶啦。咁大商場咧附近就有一個一海城，咁旁邊咧就係沙頭角嘅海濱棧道，望住香港嘅水域，風景咧非常之宜人噶。咁除咗享受個海咧，屋苑嘅後邊咧就係深圳最高嘅梧桐山啦。裏面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森林公園，因為咧沙頭角冇發展到工業，加上咧呢度背山面海，空氣質素咧應該係深圳裏邊係最好噶啦。咁而家我哋身處嘅位置咧就係呢一棟大廈嘅住戶大堂嚟嘅，因為佢哋係板樓，咁所以中間4面都可以採光。而且有對流風，有好多雙面採光嘅大單位，呢個都係佢哋嘅特色嚟嘅。另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哋呢度每層只係有6戶，但係咧就有3部升降機，基本上咧每部升降機都只係服務2戶人，咁應該就唔會有爭 lift 嘅問題啦。呢度咧主要有4種戶型，分別係72平3房2廳1個洗手間嘅單位，81平3房2廳1個洗手間，88平3房2廳2個洗手間，最後就係一個最大嘅戶型係99平嘅，咁就差唔多係香港1000尺嘅單位。佢咧就間咗4個房2個廳，咁啊有2個洗手間嘅。咁呢度入到嚟咧，呢個72平嘅3房，咁個廳啦，呢度就係廳啦。我諗佢嘅意思就係2廳咧，就係呢度就係一個客廳，咁咧呢邊咧就可能係擺一張小嘅餐台，咁就係一個飯廳，真係好似香港嗰啲屋咁啊，即係好 compact 喎。呢個房應該就主人房啦，應該呢個最大嘅。點解咧？啱啱聽咗同事解釋呢個窗台咧，其實呢個窗台係一個新嘅規例咧，佢哋可以就送多啲嘅，佢就學香港啦，就係呢個窗台咧，即係你當係張床係度身訂做啦，你可能有一半個床咧就上咗個窗台，咁你就好好用啦。嗱，擺咗張可能2米嘅雙人床，跟住咧其實呢邊咧係仲可以擺有入牆櫃，再擺梳妝台都仲可以嘅。跟住呢個就係洗手間，都好 compact 個洗手間。呢個抽油煙機啊、露頭啊、洗碗機啊，全部包嘅，櫥櫃啊，都包嘅。咁啊，同事講咧，頭頂呢個咧係都係抽氣扇嚟嘅，咁啊可以除咗抽油煙機咧，就可以呢度抽氣。一個小3房嘅單位，咁出嚟呢個景觀都幾靚。佢會整一條新嘅路咧，通上去嗰個梧桐山嗰度，對面就係啱啱睇模型睇到啦。嗱，即係呢個左手邊呢度咧係寫字樓嚟嘅，就係呢個供電局，隔離咧就係嗰啲回遷房啊。呢間咧就81平，係啦，多40萬，咁咧就都係3房2廳1個廁所。整一個陽台是8.4個平米，然後我們這邊的話，陽台政府是規定是送一半的，陽台就送了4.2個平米。係咁呢度就會合理啲嘅，即係放一個小餐台咁啊。3個房嘅都係嗱，呢個就係同啱啱嗰個差唔多。呢個就係主臥室，咁呢度都係有一個做入牆櫃嘅位置嘅。呢度係8.9平嘅車窩香南啊。
咁所以光線好好。洗手間，這個是88，即係入到嚟呢個位咧，有個位置去做鞋櫃，咁啊好 make sense。咁跟住呢度就係廚房，其實都好 compact 嘅，我覺得，即係真係好似香港嗰啲廚房咁嘅。咁出到嚟就係小餐台啦，坐4至5個人。呢個廳係靚好多啦，咁就可以擺到坐到3、4個人嘅 sofa， 跟住之後呢個位咧，即係一個好 proper 嘅客廳。呢個就係主人房，咁當然呢間就係大啲嘅啦，88平。呢個係有個套房嚟嘅，咁就你見到佢係未用晒嗰個窗台嘅，冇用過窗台嘅其實張床，咁啊已經放到張床。哇！套房個浴室唔錯喎，裝修。咁就呢個係套房嘅浴室，咁啊舒服好多比啱啱嗰啲。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細房。咁當佢用咗個窗台之後咧，其實個效果係幾好。哦，我以為這個沒有床。有床，然後這裡是做了一個可伸拉的洗手台，然後下面這裡的話是一些抽屜，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儲物空間。哦，都這個。這裡是飄窗啊，但這個位置是飄窗，44度是飄窗。咁呢個就係出邊嘅洗手間。呢個就係99平嘉悦公館呢度最大嘅啦。咁就廳係呢個客廳係超巨型，咁就兩邊有窗嘅，即係單邊啊，單邊，所以兩邊採光。咁呢度有個露台可以行出去。呢個廚房就好似好用啲啦，我覺得佢比較長條型，就好似可以企多2個人咁。呢啲櫃應該都係包埋嘅。佢而家只係擺咗張細台啦，但我覺得係可以擺大小嘅台，可能招呼6至8個人都應該冇問題嘅呢個位。咁呢個係4房單位嚟嘅。呢個咧同事講咧，呢個就係有送到窗台嘅，有送窗台。小朋友房咧係可以攞埋呢個位咧去做書台。呢個就冇用到窗台，唔需要用窗台，窗口就喺呢一邊，咁都幾得意喎，好少係個窗口喺呢一邊。跟住呢個咧都係用咗個窗台位嘅，呢度用完個窗台位咧，其實呢度都仲係可以好多空間可以發展，可以擺嘢。第4個房亦都係主人房啦，哇，又係啦，咁佢本身個戶型已經係大啦，所以佢完全唔需要用個窗台。呢個就係啱啱講個7字形嘅櫃或者架啦，套廁啊。咁今日咧就嚟去睇樓，八卦嘅我咧就嚟到其實呢度係好近蓮塘口岸，其實係如果搭地鐵係沙頭角站，咁就嚟咗呢個叫嘉悦公館一個項目。啱啱就行過一圈咧，睇過示範單位啊，好榮幸咧，咁啊就有機會同呢度嘅銷售嘅總監舒小姐咧坐低嚟傾下偈。我咧作為一個問題中年咧，都有好多嘢譬如講我喺呢度想買樓咧，就問下舒小姐嘅。咁舒小姐你好啊。首先好歡迎梁生過嚟呢度參觀哦。如果大家都會上嚟玩下，或者係有留意呢邊嘅房地產嘅嘢咧，都知道其實成個大灣區咧，最貴一定係深圳啊！咁其實已經係貴到好多，我哋都唔敢諗啊！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呢一度嘉悦公館嘅房價咧，即係譬如最平嘅，係啦，講下價錢。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呢個價錢啦。最關心係呢樣嘢。咁我哋呢個價錢咧，我哋其實樓盤嘅均價咧，就差唔多係45000到48000左右，即係一個平方。
你哋香港人講就係10尺。10尺啊，10尺一個平方就10尺。咁我哋45000左右一個平方，帶埋裝修啊，帶埋裝修45000左右一個平方。咁樓層高啲嘅咧就要去到5萬幾，因為我哋樓層高嗰啲咧佢係睇到海景嘅。超過20樓佢海景好靚㗎嘛，咁我哋嘅價錢就會高少少咯。咁樓層低啊，10樓、15樓以下左右，咁就45000到48000左右咯，帶埋裝修。但係其實而家買樓好即係比較容易㗎啦，因為佢首期低啊嘛，依家15%就可以㗎啦。以前你要30%起步，咁15%，咁首期款就係50萬左右咯。我買我呢啲3房單位50萬到60萬左右，咁你月供咧就大概係11000、12000左右啫嘛。咁我哋依家呢個咧又送咗面積，又帶埋裝修。即係譬如當最平嘅單位就係可能呢度計落去係咪？啱啱我哋又計過312萬咯，最平咯，312萬。即係話首期款就47萬，咁你月供咧就係11000幾。你如果係租一套房嘅話，你都要租7-8千蚊，所以佢呢個價錢係好抵㗎啦。咁40幾萬連埋裝修，買小家私，跟住就每個月就供1萬蚊鬆啲啦。喺呢一邊申請按揭，點樣申請嘅？因為我份工喺香港喎，咁佢唔緊要，內地嘅銀行係點都可以嘅樣去評估？即係我能唔能夠做到呢個按揭嘅咧？嗱咁樣嘅，即係深圳嘅銀行咧，佢都可以，即係香港人喺深圳咧去買一套單位啫。咁你買一套呢個住宅單位咧，首期都係15%，收入證明啦、銀行漏水啦，同埋你嘅婚姻證明啦、身份證，就係你個回鄉證就得㗎啦，就咁多資料。譬如你供樓11000啦，咁你嘅工資有22000就 OK 㗎啦。即係話你嘅日賬啊，你嘅收入，你可以工資或者係收租或者乜都得嘅。總之你嘅收入有2萬蚊左右，即係22000。咁你供樓11000，佢有2倍啦，就 OK 啦。咁就都銀行都已經批200幾萬，可以㗎啦，可以㗎。因為你供得起㗎啦嘛，因為你有佢2倍，佢真係2倍就夠㗎啦。除咗你係工資嘅收入，你有啲其他嘅收入都得嘅，有啲基金啦、股票啦。呢啲都可以㗎，今年嘅6月份就可以裝修完成，咁你12月份左右就可以入伙㗎啦，即係可以入住㗎啦。我哋最遲係27年嘅1月份，但我哋會提前減卻咗好多單身啊嘛，而家有啲客有單身，你爛尾啊，單身買咗樓收唔到樓啊，係咪先？咁我呢度唔會㗎。通常最後咧，我都會係好唐突咁樣去問嘢。今次係買樓啦，咁就問下舒小姐。嗱，如果譬如真係我啲觀眾想係入場去買嚟投資又好，或者攞嚟住又好，我嘅粉絲嚟到會唔會有啲小折扣，有得傾，有得福利嘅咧？可以，咁如果係真係通過即係康少你帶過嚟嘅咧，咁我哋都會俾到啲折扣俾你嘅，額外嘅折扣咯，到時現場再傾咯。細節咧就可能大家喺 Facebook、IG、WhatsApp 去直接聯絡我哋灣區特工隊，詳情俾大家再了解啦，咁就多謝你先，蘇小姐，係多謝你好多嘅資訊。呢度就係燈塔圖書館。我哋入去睇下先。就係可以望住個海，跟住去睇書。而家係第30008個，我就是回家的人。哎呀，我已經係30009個啦。呢個窗有幾咧？下邊係水嚟。今次嚟沙頭角睇樓咧，我嚟咗中英街，理論上係可以入去嘅，但係今日咧就好似話已經過咗嗰個時間啦。嗱，下次真係有機會入去咧，就係入去影俾大家睇。今次影個圖俾大家睇下，因為聽呢度本地人講咧，佢哋以前咧就要買香港貨咧，就要入去中英街。咁佢哋個身份證咧係1個禮拜可以入去1次嘅。打開看先，我現在在中英街，很想你。好國產007啊！呢度係
旅客檢查廳，可能就係去完中英街就喺呢度出翻嚟啊，係咪啊？呢個係中英街廣東省樂購小鎮，咁啊有呢啲香港貨或者係啲進口貨，好搞笑。呢個係中英街和平嘅放心消費承諾單位，第一位係良記國際免稅。哇，好搞笑啊！呢件事雖然睇樓咧，有啲人就覺得冇搞錯啊，帶人睇樓係咪想害人啊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喺大灣區，如果大家係上得嚟多嘅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趨勢，好多人都會想上嚟住，或者其實已經好多朋友咧已經上咗嚟住。當大家覺得好難可以入場去買樓嘅時候，咁我都會想試下揾一啲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一啲項目俾大家睇下咯。咁啊，希望咧今集睇樓嘅內容咧，大家會中意一個新啲唔同方向嘅內容，俾大家參考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